卡拉斯米，因为你要爱请人客，咱一定得爱带上珍贵的物件。哎，这上珍贵的。这就是要请人客用的啦。系啊，我先泡贵。来，安尼，卡拉斯米来啊。啊，咱若是有米酒头啊，还是有高粱，你就先等咧遐先浸15分钟啊，互湿布一下，啊，布互伊外口碰拍。哦，碰拍。有看到无？安尼有水无？就碰拍的。安尼就水哦啦。第二项就是咱即个台西冰烤紫地瓜，番薯无啥味嘛。啊，这卡拉斯米啊，伊一个这咸的啊，这甜啊咧落去，安尼就出味咯。有汤匙啊来悄悄，啊，小人就是要来直接做甜点，头一出就要好先出来咯。哇，这卡拉斯米，哇！老师，啊，这猪肉叫什么名？煮下先煮，爱小看有一寡，互人想起来会笑脸的啦。好，用安尼落去敲。好，好敲无？啊，你即摆摕即种牛奶饼，啊，你即摆吼，就是搭抹。咱来当做是早日顿也好，啊中昼茶嘛好，啊做点心，啊这有卡拉斯米落去，咱就变高级咯。边仔小抹者。然后青椒都无够，你要摕去晒干。